我们看一下这个语法，不但怎么样，还怎么样。在这边，不但的后面呢，它会有一个情况，还的后面也会有一个情况。那这个语法，它要讲的是用不但还来连接 event one and event two 来连接这两个情况，但是呢，在语义上，它更强调第二个情况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来看一下例句。我去夜市，不但要吃鸡排，还要吃鹅子煎。在这边，他跟你说：“哦，我去夜市，我要做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是我要吃鸡排，第二件事情是我要吃鹅子煎。那这两件事情，要吃鸡排和要吃鹅子煎，我更强调我要做这一件事情。我要吃鹅子煎的这个想要的这个程度，比要吃鸡排还要高。好，所以它是更强调还后面的这个 event 这个情况。我们再看这个例子，那个印尼学生不但会说中文，还会写很多中国字。不但会说中文，还会写很多中国字。会说中文和会写很多中国字。这个说话的人觉得会写很多中国字是比会说中文更厉害，所以他要强调这个写很多中国字的这个部分。因为很多外国朋友都觉得中国字很难写，所以会写很多中国字是比会说中文还要难，所以这一句话就比较强调会写很多中国字的这个部分，这一个情况，这件事情，这个 event。这家民宿不但有免费的无线网路，还有游泳池呢。在这边，他说：“哦，这个民宿呢有什么免费的无线网路，还有游泳池。游泳池不是每家民宿都有无线网络和游泳池，他特别强调游泳池这边。现在我们都觉得提供免费的无线网络是基本的，一定都要提供的。但是有游泳池的民宿不是每一间都有，所以在这边免费的无线网络游泳池，他强调哦，还有游泳池跟别的不一样哦，跟一般的民宿不一样哦。See you, bye.